Hello，各位投資者大家好，歡迎收睇股線追擊0211期。恒指升勢逐漸弱，寧德仍係周線受阻嘛。我係主講老師黎 Sir。好啦，咁我哋今期嘅話依然再分為3個部分啊。咁第一個部分呢係今日嘅一個收盤點評。咁第二個部分呢係恒指方面分析，亦都係比較關注啊。咁我哋知道港股咧就延遲咗1日啊，依家連升咗3日咧，逐漸上升咧，咁就開始疲弱啊。咁即將嘅趨勢點睇呢？今期嘅話黎 Sir就同咧去分析下，好吧？咁第三股部分呢係炒股分享以及個股分析啊。咁今期會同大家講翻金力永磁、港交所、寧德時代以及2隻美股，分別係甲骨文同埋特斯拉啊。咁呢一個股點今日同主觀度呢，同樣今期嘅話黎 Sir就同咧去詳細解答下。OK。好啦，咁喺進入分享之前呢，再提醒各位同學，咁無論而家坐電腦隔離，做到住手機啊，尤其是第一次收睇我最新教學同學，咁你哋記得要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呢，撳翻訂閱啊，訂完咗之後呢，再撳翻你黑色嘅鐘仔，先至能夠時時睇到我最新嘅教學，好吧？好啦，咁我哋進入我哋正題啊。首先我哋回顧翻前2日，即係周一同埋我哋尋日周二嘅早盤提示啊。咁其實我哋本周啊依然在按照我上一期嘅教學，啱唔啱？咁上一期教學咁其實同大家去推薦咗我哋本周一，包括我哋本周嘅整個趨勢啊。咁其實整體趨勢喺上面同大家講啊，本周呢，咁整體啊可能仲係會一個震盪，然後呢，咁其次當中啊，因為我哋本來係我哋上個禮拜五啊，應該係即係話轉至反彈啊嘛，咁當然按照黎 Sir 上期同大家講嘅係咩呢？就因為如果按傳統嚟講，咁分為強中咗，咁冇轉折預期反彈，咁可能我延遲1日，咁延遲1日啦，咁其實嘅話，再加上按照黎 Sir 嘅特色指標多空正差係嘛，轉折反彈，咁其實係弱勢區咧，咁基本上差唔多要反彈，好吧？所以講基本上我哋判斷，咁其實我哋6號嘅一個，即係我哋6號啊，咁其實係一個低位，我哋可以判斷啊。咁當然啊，咁空間方面啊，黎 Sir 都已經同大家去推測咗，即係我哋整體本週呢，包括我哋春節前後應該都係上落為主嘅比較大可能性。咁空間方面大約應該會係26,300到28,000啊。咁當然呢個呢，咁其實都係週線嘅一個空間方面嘅一個同大家嘅推測啊。咁當然28,000突破都冇咩所謂，反正依家我同大家講，咁我哋本年度嘛。睇3萬以上，咁其實依家28,000衝唔衝破都冇咩所謂，反正已經突破咗，突破咪繼續向上啊，望上咯，啱唔啱？咁依家基本上對於我哋年底睇翻依家，肯定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低位去吸貨嘅一個時機，好吧？咁通過我哋嘅一個早盤提示，大家見到未？咁我哋知道點解會弱勢咧？最主要係受外圍影響嘅啊。咁依家目前嚟講，資金背離咧。係星期一提示有所減弱，咁其實資金背離係對表趨勢嘛，佢減弱呢，就好似我哋揸車咁啊，剎車咧就放鬆咗，咁其實仲反而有利於我哋即係話回升嘅趨勢啊，又或者開始回升，咁當然仲繼續下行嘅話，可能下行壓力咧相對減弱啊，咁當然紅色標帶趨向收窄呢個呢，提示睇好趨勢依然在減弱當中啊，呢個仲係比較唔好嘅信號，咁當然透過上個交易日恆指受美股大升。咁我知道週五呢升1200點美股先唔理佢同經濟啱唔啱唔緊要啦，反正美股大升，我哋肯定高開嘅幅度呢機會肯定好多。再加上啱先已經同大家講，點解黎 Sir 認為呢？佢話延遲1日並唔係話可能即係話會回落嘅轉折嘅加速向下跌呢，啱唔啱？因為資金背離嘅一個信號已經話俾大家知，一通過星期二早盤提示大家就清楚恆指高開呢。已經高開啊，視為弱勢。咁其實當日呢，我同好幾位學員就講高開可能400到500點呢，黎 Sir要開盤同埋收市呢，基本上係差唔多。黎 Sir 當時係咁判斷因為通過30分鐘圖啊嘛，黎 Sir 同大家當時都好似有講過呢個問題。好吧，咁可能如果冇講到，可能當時漏咗反正當時同幾位學員係週二嘅時候就同大家講到基本上差唔多啦個位置咁確實
好似當日嘅一個收市都係咁樣啊。咁資金背離持續減弱明顯啊，講明咧可能會反彈嘅機會越嚟越大。再加上咧標帶又突破咗企陽燭，講明咧企穩啊。再加上多空政策開始轉流入，啱唔啱？所以講咁其實大家見到啊，係咪點解賴 Sir 判斷咧？咁係轉折反彈，本來喺呢個位置嘅時候，賴 Sir 咪同大家講，咁其實如果唔係外圍嘅影響咧，基本上早已經資金轉折啦。一盤中我已經見到，無論從夜期、週四嘅夜期，包括我哋週五嘅盤中，咁其實一到咧呢度就已經轉綠色能量棒啦，好吧？呢就賴 Sir 同大家推斷。咁當然啊，咁我見到星期一嘅一個即係話收完市之後，咁大家見到未？高開裂口嘛，已經企穩紅色飄帶。OK， 所以呢個通過周二我哋已經好去判斷啊，咁預期反彈嘅信號越嚟越明顯，啱唔啱？再加上我哋今日嘅早盤提示，今日咧2月11號啊，朝早8點38分，賴 Sir 其中港股行情提示廣播，先再見咗再嚟實手基本特色指標同學，嗰個提示大家睇到資金轉折，一般嚟講比我哋資金趨勢會快啲，因為多空政策我哋知道啊，佢對表轉折位啊嘛，呢個資金背離啊，佢對表趨勢。好多時候多空政策會快少少，咁我哋見到依家多空政策同埋資金背離前後一腳啦，咁基本上都已經轉流入啦，係咪先？講明市場睇好趨勢咧，又開始加速上升趨勢力度咧，一樣加強。並且咧，賴 Sir 同大家講，紅標帶一旦收窄咗之後，如果突破上去2到3日，係咪基本上有個變闊咧？咁依家開始有變闊啦，講明睇好趨勢加強。再加上我哋見到星期二嘅晚上夜期咧，又繼續升幅，雖然唔多，不過高開機會比較多咁今日嚟講，我都有覆翻大家因為通過咁其實咧，等陣同大家分享進階版嘅時候，力度啦咁其實會越嚟越少。咁其實通過多空政策都可以睇翻。OK， 呢個指數方面同大家提示。咁整體啦，咁即將落嚟會唔會究竟咧會回落，仲係點咧？仲係持續咧？等陣恆指分析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好吧？咁個股方面嘅話，銀行常規定力、煤炭穩定幣，大家有冇發現咧？板塊行業咧開始減少啦，係咪意味住依家我哋上升動能又減咗啦？上升動能減咗啦。咁其實從行業板塊咧，咁其實咧都可以去即係話可以去咁樣講嘅，好吧？點解咧？有行業指數板塊啊嘛，越多行業支撐你呢個市況咪越耐咯，係咪先？咁當然有同學就問到或者賴 Sir 經常同你講，咁大家如果唔係經常關注外圍，包括各方面嘅話，咁我哋去工具嚟補嘛，係咪先？知識工具心態，知識唔單止包含啲 K 線嘅組合，咁其實佢廣闊啲咧，咁其實包含時政歷史、經濟、地理、軍事呢啲各種即係話多維度咯，各種各方面嘅知識嘅一個混合，啱唔啱？咁工具咧可以放大大家睇唔到嘢咁工具就彌補咗我哋呢方面嘅資訊缺陷咁當然各位投資者、各位公眾，如果睇賴 Sir 教學喺呢方面啦，咁基本上能夠即係話去了解到邊啲知識咁其實要彌補嘅工具咧，咁佢重要性係咪先？咁見到依家好多板塊方面咧係轉太淡，賴 Sir 認為呢啲太淡咧應該係短期因為呢個市況賴 Sir 已經同大家判斷2026年咧相對肯定比較好咁依家最勁嘅就係銀行咯，5號就係點解升好似賴 Sir 幾位內部學員咪經常同大家講Bonnie 同埋 Danny 呢啲學員咧一直從60-70蚊做到依家，咁基本上咧都係賺到唔少錢咁無論按最低一手嚟做咯，係咪先？咁依家我見到依家板塊大多數睇淡長坤、動力、石油呢啲咧，暫時仲係強勢。咁所以我經常同大家講知識工具心態嘛。咁我哋同莊咧就莊家圖咧就幫佢大家揾到靚嘅股票、強勢股票，選擇大於努力，啱唔啱？咁選擇咗呢隻股票係靚嘅之後，我就睇個趨勢啦。漂大向上，講明睇好會升。咁我哋見到佢力度大定勢咧，喺上面教大家睇資金背離幾時資金流入啦。咁如果要睇逢低吸納、逢高沽出，除咗呢啲買沽信號包括呢啲黃色藍色嗰啲留底信號啦，黃色風險信號。咁最重要咁呢啲咧多空政策大戶吸籌啦，基本上能夠揾到比較相對比較低或者比較高嘅位置咁當然呢度喺上唔建議大家咯，做到最低同埋最高因為呢個又觸及到貪念，好吧？所以能夠盡量做到最低或者最高，大家就 OK 因為賴 Sir 咁其實啱先等陣同大家分享賴 Sir 操作股票，大家都會發現到賴 Sir 都好難做到最低最高，因為呢啲係心態，包括當日時運嘅問題所以講知識工具有咗之後，心
心態咁其實好多時候就講時運或者情緒影響啊。咁呢個決定咗外圍。咁所以嚟講，點解賴 Sir 教學會同大家講翻外圍最佳技術分析原因啦啊？咁呢個分析咧，咁其實都係源於賴 Sir 對於股市嘅一個本質嘅去理解。OK，咁呢個係點嚟嘅咧？咁我哋進行我哋下一個環節啊。咁而家我睇翻喺下一個環節之前咧，先睇翻我哋今日嘅收市情況啊。今日大家見到未？力度咧係咪細咧？咁其實整體咧高開冇錯啱嘛？咁衝咗少少，咁其實又開始回落，咁尾盤又拉升咗。會唔會繼續持續呢？等陣分析啊。所以講我哋進行恒指分析咧，咁一系列啱先同大家分析，無非都係源於呢個本質原因啊。所以我哋挖掘呢，咁每個即係話問題，包括股市嘅原因呢，一定要揾到佢本質嘅原因。本質原因咁其實呢，無非總結咗中美關係同埋人民幣匯率啊。咁中美關係咁其實就係一個安全問題咯。如果一個地區如果經常打仗，我哋肯定唔敢將錢投入落去，啱唔啱？咁點解如果你安全，咁每個國家地區咁多，我點解投你啦？係因為咧你有價值啊嘛。匯率咁其實係計價每個國家地區嘅一個資產嘅一個價值咯。咁點解錢會入嚟咧？咁其實佢本質係因為而家中國嘅軍事同埋科技係非常之勁所以講咁其實推動咗點解中美關係咧？咁點解前兩次咧要我哋中美元首要有峰會，所以本年度有4次峰會。咁相對嚟講，中美關係係我哋長期嘅一個非常之穩定劑，去對於股市嘅一個起到一個比較重要嘅即係重大嘅作用咯。OK， 匯率方面咧，咁其實前年咧2024年之前美聯儲減息，上一直同大家講有機會，點解後尾又冇機會咧？最主要美元太強啊！美元強咧，咁其實資本啦就全部流入美股、美債市場咯。咁好多全球嘅資本入去咗之後，相對好似我哋中港股咪少咗好多錢咯，啱唔啱？咁其實依家從佢嘅技術面嚟睇，咁美元持續下壓力好大，相對嚟講人民幣咧就非常之輕鬆，或者能夠唞啖氣啊！依家6.9離岸咁。整體嚟講啦，咁升值咗之後咧，咁咪有利於資本入嚟咯。資本入嚟咧，所以港股你話唔升至奇啦。再加上咧，我哋港股咧又背靠我哋中國大陸啱唔啱？咁背後仲有北水咧，經常南向資金啊嘛，我哋叫北水香港。作為內地嗰邊嘅角度咧，就叫南向資金有入嚟。再加上仲有咁多上市企業 IPO， 所以講咁呢啲新股咧，肯定帶動好多。對於全球嘅資本嘅一個青睞咧，所以咪好多錢入嚟。所以嚟講，港股確實啦，賴 Sir 非常之睇好。前幾年就已經講，只不過時機未到。所以賴 Sir 同大家講，2026年大家唔把握真係失去好大嘅機會所以嚟講，點解賴 Sir 依家開始分享股票咧？就因為點解之前唔咧？係因為依家覺得時機到啦，好吧？跟住就賴 Sir 同大家講通過呢個本質原因，所以點解賴 Sir 嘅教學思路係國際時勢最佳技術分析啊？因為時政方面賴 Sir 已經同大家講咗好多次，香港好多經濟學家包括 KO 比賴 Sir 相對於技術分析勁好多不時政治呢啲咧，確實賴 Sir 認為香港好少人識唔怕講因為呢啲要長期跟，然後咧或者你自己有家族嘅政治基因咯啱唔啱？所以講好多資訊點解好多投資者即係把握唔到或者唔理解究竟邊啲資訊係對於我哋股市有影響嘅，所以唔係條條都對於有出現資訊就對於我哋股市有影響，你要識分別。咁呢個就係啱先講嘅，第一你要基因，第二個嚟講，除非你長時期跟咯。OK，一陣咧，同大家講咁依家整體嚟講，外圍咧，所以已經同大家去講解大方向咧就中美關係好穩定，冇咩問題3萬點以上已經同大家講到好多次，今年3萬點以上㗎啦。依家先28000，空間時間，依家先2月中10個月半 ，OK。咁技術分析咧，咁依家我睇翻技術分析，咁先指數後個股指數板塊與個股之間相互對比經常同大家講，先睇翻道氏理論第4條。所以點解經常要同大家講，全世界就睇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好，全世界都好。咁我哋要分析中美關係咧，咁其實從股市咧都可以能夠去關聯到我哋港股嘅，啱唔啱？咁美股咧，我睇翻美股已經同大家講咗好多次咁美國咧係靠科技股支撐或拉升嘛。咁美國財富又集中喺股市，大家能夠體會到認真理解賴 Sir 呢2句説話，大家就明白點解賴 Sir
同大家講，美股道瓊斯指數睇5萬6萬點都唔出奇。咁而家我睇翻納斯達克相對比較弱，睇淡，唔使驚啦，因為佢速遞啊嘛，咪反彈咯。按照技術面嚟睇，所以呢個雙重保險線其實對於美股、港股都非常之有用。反正掂到第二條絕對反彈嘅，除非佢下行通道打開咯，上下行通道打開咯。咁而家從中線、週期、月線、長期睇咧，趨勢一旦完成就唔能夠逆轉，呢個説話係冇錯嘅，係嘛？短期有調整正説啊，不過今次科技股表得唔好，反而道瓊斯指數唔會點差喎。大家見到未？5萬點上咗啦，正常啊，預料之中嘅6萬點到，大家都唔使出奇啊，好吧？咁依家我睇翻美股咧，咁依家從趨勢莊家資金，咁其實依然在向上嘅機會比較多啊。美股整體嚟講，所以講美股俾大家嘅一個信心依然仲係有嘅，好吧？咁呢個就係美股方面。咁大 A 大家見到未？我發現咧，之前喺隨已經同大家講，綠色飄帶好大嘅機會係短期嘅。咁而家睇翻，確實係點解咧？從戰略到戰術，我今日同大家講，如果你要判斷呢個飄帶，除咗直觀去睇，啱啱佢轉綠色飄帶，你係判斷唔到嘅。我哋從週線中期啊嘛，因為週線中期大家見到未？行得非常之靚，月線仲加好睇啦，空間咁多。嗱，上咪同大家講，雙重保險線可以到4600啊，4000點先啱開始㗎，同大家講啊，係咪？依家都好多嘢論證，嚟，同大家推測啊。再加上 KDJ， 咁萬一如果進入超賣區咧，係咪有3到5個月啦？起碼至少3個月，賣到4月份第一次中美元首峰會咯。假設係冇咩問題，能夠成功會面嘅情況之下，中美關係呢段時間係咪好穩定咧？股市都係相對好啲啦，係咪先？所以目前嚟睇大 A， 我哋睇翻咯，守住4100就得㗎啦。4100守住咗之後咧，基本上咪轉紅色飄帶，又開始一波。咁大 A 升，我哋港股跟佢啊嘛，跟阿爺啊嘛，趨勢跟佢啊嘛。點解趨勢跟佢本質咧？因為我哋越嚟越多內地嘅企業出海啊嘛，係我哋香港上市，趨勢肯定跟我哋老豆啊嘛，阿爺啦咁樣啦，係咪先？咁因為我哋中港股同美股嘅時間隔半日，所以佢影響我哋夜期隔夜啊嘛，所以強弱對高低去，所以嚟講咁我同大家解釋，大家就明白，好吧？我哋再睇翻周線，周線大家見到未？26430呢個位置，咁基本上持續上升。不過呢排嘅點解同大家會調整呢？一資金趨勢呢度減弱。OK， 另外同資金轉值我哋多空政策睇呢，上恒生指數周線圖大家見到啊嘛，所以莊家線穿莊家整體係靚。不過嚟講，大家見到未？呢度開始轉綠色能量棒。不過因為之前呢，我哋先啱啱大戶出貨，一般嚟講出完貨呢，1到2週依然仲係一個震盪嘅一個趨勢比較多啲，嚟住咁判斷。不過而家綠色能量棒轉咗啊，咁講明係咪會再次拉升？仲係假嘅呢？依家唔係假嘅，呢度冇轉黃色包啊，講明係真嘅啊。所以講係咪開始有啟動呢？整體依家目前趨勢呢，通過雙重保線太大，就見到咩？係嘛？咁佢下方支持喺呢個位置26400啦，依家咁上方28000啱啱打開。反正就按照禮樹上一期同大家講，依然就係26300到28000、28000有突破都係正常嘅呢個空間。暫時嚟睇，除非呢個通道馬上打開啦。咁不過我哋時間方面咧，咁大家知道啊。咁過多2日農曆春節我哋又快到啦，係咪先？時間咁其實都有幾日未開市，所以講我哋即將落嚟，我哋點睇短期嘅一個操作啦。喺中期嚟睇，咁禮樹已經同大家講咗空間。咁短期呢，短期從呢個時間組別嚟睇，本月我已經咪同大家講啊，本月呢，咪一個6號啦，一個23號啦。6號就已經過咗喺個低位，我已經同大家判斷咗，就係呢個啦，係咪先？就呢兩組，1月20號同埋1月8號非波那契數呢一組，下一次咧就以1月20號呢個位置啊。咁推測依家目前咧，我哋知道16號咧就半日市半日市休息。不過呢個周三咧，禮樹嘅教學在預期，因為禮樹周3號仲係講周一嘅半日市，然後咧21號去講20號嘅一個股市，所以你唔會斷嘅，好吧？咁基本上仲有剩翻幾日嘅時間，就23號咯。咁依家基本上我哋睇翻從空間咧，禮樹認為即將落嚟可能聽日後日咧有兩種情況啊。邊兩種咧？第一種咧就係小升，第二種咧就開始回落啊。點解咧？雖然而家資金係加速流入，趨勢向上，冇錯。不過嚟講，大家見到未？進階版咧，
呢度咧，大家有冇發現連續開線之前咪同大家講，同我哋嘅雙重保衛線基本上可以當成一個阻力位嚟睇嘅，或者支持位嚟睇嘅，因為支持同埋阻力相互轉換啊嘛。咁依家開到呢度綠色能量棒，但我發現如果每次遇到阻力嘅時候，一係你裂口過去，一係大陽燭，一係咧就呢度咧開始回落。不過乃瑞依家通過30分鐘圖，包括我哋用夜期睇咧，好大機會咧最多就小升咯，回落。相對嚟講，可能仲有呢個持續震落，要小升為主，可能比較大機會。點解咧？因為目前大家見到未？從夜期角度咧，大家見到啊，夜期角度咧，咁依家48跌啊，好吧？不過綠色能量棒依然存在啊，有資金入嚟，始終仲係升嘅趨勢，機會比較多啲，不力度細，好吧？呢個從我哋夜期睇，咁從我哋30分鐘圖去校準我哋呢個推測咧，我哋都可以判斷嘅，好吧？30分鐘圖大家見到啊，依家目前嚟睇咧，紅色標帶收窄當中咧，就算佢跌，大家見到未？咁多裂口，點都有反彈，係咪先？所以嚟講，小升跌到呢度差唔多有反彈。其次咧，呢度係弱勢區，就算聽日低開，咁你始終弱勢區肯定後面仲會轉，綠色能量係最上升。所以咧，上認為短期1、2日咧，仲係一個小升小跌嘅機會比較多啲咧，可能差唔多有個風險回落嘅信號。不過前後咧，禮瑞認為咧，除非通道打開，依然就係按照禮瑞同大家講26,300到28,000啦。唔使睇佢升幾多跌幾多，反正就呢個空間方面，大家就知道大約係呢個位置，好吧？以上教就係禮瑞同大家分享嘅恒指分析，好吧？好啦，咁股市信息萬別啊，禮瑞經常同大家講啊，中美關係係今年咧係少有嘅4次峰會，所以講2026年咧，從大市嘅一個情況，我哋求穩定，股市有穩定，我哋有好操作。其次咧，匯率咧、人仔咧一定會升值，所以講咁。今年咧就確實非常之難有嘅機會啊，所以嚟講，經常同大家講，咁今年咧核心嘅機會咧就跟住教學指標去做啊。咁我哋知道特色指標係收費嘅，不過裝咗咧就永久使用，唔需要交年費。講美股大家一樣睇到平板手機同時實時報價秒視圖啊。咁當然大家可能感覺自己用係咪覺得都係驚用唔好係咪先？啱唔啱？或者點樣咧？咁確實如果係禮 Sir 如果有分享自己嘅一個買股票嘅會唔會更加好呢？所以禮 Sir 咪啱先已經同大家講，咁就會同大家分享禮 Sir 嘅一個炒股嘅一個思路分析同埋心得，好吧？所以講咁其實非常之感興趣嘅投資者嘅話，大家可以視頻下方揾到相關 link， 嗱點擊就嚟到禮 Sir 呢邊 ，OK。好啦，咁最後一個環節個股分析啊，個股分析我睇金力永磁、港交所寧德時代、甲骨文、鐵士啦啊。咁當然今期啱先大家見到標題啊。大家應該就知道今期要講咩啊，係咪先？講邊隻個股咧，同大家分享咧。咁禮 Sir 嘅一個角度咧，咁肯定依家目前嚟睇就今期仲要同大家講金力永磁啊。點解講金力永磁咧？咁其實嚟講咧，係因為禮 Sir 已經操作咗呢隻股票啊。咁大約咧係2月5號啱啱開始，本來呢隻股票就2月4號嘅好。即係都係好彩，嗰日咧賣唔入，啱啱先富途牛牛開通港股，可能要遲一日。後面咧就5號呢一日咧20.8入倉位啊。點解會操作呢隻股票咧？首先我睇翻上一期同大家分享咗君達啊嘛，係咪先？2865啱唔啱？咁今期嚟啊，同大家講金力永磁呢隻個股啊。金力永磁大家見到咩啊？可能有同學就話禮 Sir 你究竟有冇操作嘅？咁禮 Sir 唔怕同大家講，禮 Sir 依家咪同大家講，依家開始炒股分享，因為好多同學咧就點講咧，選擇同埋講嚟講去炒股票就係一個選擇股票同埋買股嘅問題咯，係時機嘅問題咯，係咪先？呢個把唔把握到？咁當然禮 Sir 咪同大家講，禮 Sir 咧對於外圍資訊各方面咧比較掌握比較清楚。再加上咧有系統，然後咧禮 Sir 咪同大家講選股咧最主要係咩咧？咁第一首先你要睇，咁呢隻行業咧有冇經常炒，有冇熱點啊？有熱點咁就算你莊家唔強咧，佢都會升。咁其次如果你冇炒熱點嘅情況之下，即係冇題材嘅情況之下，即係冇人氣呢隻板塊嘅情況之下，咁你就要選擇好似君達呢啲強勢股
好吧？呢啲強勢股，君達呢啲莊家比較多嘅，啱唔啱？咁當然禮 Sir 上一期已經同大家去講到啊，就算啊，即係話跌勢嘅股跌市咧，都可以做贏呢隻股票，起碼呢個部分咧，禮 Sir 已經賺咗3.7%，雖然唔多，咁起碼讓大家知，如果萬一升勢嘅情況之下咧，係咪會升咁多啦？啱唔啱？再講起啱先已經同大家講到金力永磁，大家見到未？禮 Sir 喺呢個位置咧已經同大家做咗一個示範，咁基本上咧就20.8喺呢個日，咁其實當日咧禮 Sir 仲係比較早日心急，呢個冇辦法心態，然後啦再加上啱啱開頭嘛，我都想盡量俾大家分享，我認為當下邊隻個股比較好啲，好吧？反正禮 Sir 點解會覺得好咧？係因為當時咧佢一跌到呢度啊，利用多空政策已經喺呢度有綠色能量棒，不過咧因為外圍一個弱勢咧，大家知道美股不斷持續跌啊，然後咧挫咗一下再跌翻，反正佢挫多一兩下，基本上肯定會轉折嘅，好吧？咁確實啦，20.8到依家咧大約咧到今日盤中咧收市就以今日收市基本上咧有8% 嘅一個升幅，咁如果按照盤中23蚊左右，咁升咗應該10% 以上啊，所以咧上面同大家講，咁基本上呢啲股票咧，咁大家跟住禮 Sir 嘅一個分享去操作嘅話，咁做多幾次咩本都回發啊，咁當然有同學都話禮 Sir 啊，咁我點去追你呢個分享會啊？可唔可以直接咧？禮 Sir 同大家講，呢個分享會係對於有系統嘅學員嘅內部學員啊，點解咧？因為嚟講禮 Sir 呢啲位咧唔一定就話最低最高，不過禮 Sir 認為差唔多。覺得會比較好嘅位咧入咗，或者有時會加倉，有時會減倉。因為前期嘅話，禮 Sir 會帶住學員咧，盡量能夠覆蓋大多數能夠同學咧跟住，因為呢啲股票咧咁其實大多數同學咧都係跟住去做嘅，係咪先？咁其次嘅話，咁有啲同學咧，咁如果我20.8蚊入，你未必都有時快啊嘛，你未必都係呢個位置咧，係咪先？咁當然有啲精嘅同學咧，學員咧，咁可能比禮 Sir 咧更加犀利咁當然呢個情況啦，最主要你係。點講啊？根據系統，你先至能夠把握。所以講咁你有系統咗之後，再加上禮 Sir 分享第一你有信心，第二嚟講命運掌握自己手中。你將禮 Sir 嘅思路學晒咗之後咧，咁禮 Sir 咪有時會同大家去分享呢啲咧係咪先？有阻力位支持位呢啲啱唔啱？咁基本上時間耐咗，大家咪熟悉咯。然後咧自己倉位咧去自己去添加，去增加，係咪先？結合情況。注油倉位 ，OK， 跟住禮 Sir 同大家講翻嘅。咁當然依家金力永磁我哋點睇咧？禮 Sir 嘅觀點咧，禮 Sir 觀點咁其實尋日咧好想係22蚊入嘅，不過禮 Sir 係最驚咧，即係咩咧？佢突然呢度收陰燭有回落啊！不過唔緊要啦，因為嚟講禮 Sir 認為佢突破最主要呢度咧已經有多空政策入場啦，呢度轉折位大單資金，再加上依家大家見到未？莊家已經拉升，所以禮 Sir 認為依家基本上咧空間仲係有嘅。所以喺呢度收咗一支影線因為從30分鐘圖睇咧，基本上啦，包括日線圖依家結合嚟睇，基本上仲會繼續持續拉升，因為大單資金仲未轉紅色能量棒啊嘛，除非聽日轉紅色能量棒，咁可能聽日禮 Sir 就好似要減倉或者沽出啦，好吧？呢就禮 Sir 同大家個分享嘅金力永磁，反正做多咗呢啲啱嘅股票咧，咁當然咁呢啱嘅可能依家我操作我咩時候走可能到時就睇咯，盤中佢點樣咯。OK， 所以講咁選擇一隻股票係非常之重要嘅。其次有時機，咩時候買，咩時候沽，呢個係咪大家經常即係話非常之關注嘅一個情況咯，係咪先？呢個就金力永磁同大家講翻，好吧？開講完咗金力永磁咧，講翻港交所388，依家目前咧同我哋恒指並唔係同步，行得唔算靚，所以佢之前呢個裂口高開出現買入，不過嚟講依家目前大家就關注阻力。位係幾多？大約423呢個位置，點解咧？因為佢而家游資炒作啊嘛，冇莊家，唔似金力永磁啱先有莊家入嚟嘅喎，係咪先？從周線圖大家見到未？雖然話係買入信號，不過咧莊家線未穿莊家，資金咧依然在流出，轉折位有冇啦？暫時仲未有明顯轉折，講明啊，禮 Sir認為可能推斷咧，可能再加多一周，或者從周線級別咧，就係要守住呢個位置418。好吧，呢個就禮 Sir 同大家講，睇下守住呢個位置呢個係咪就買入就係一個低位咧？啱唔啱？咁當然你唔好依家就最驚佢跌出咧，你點算咧？起碼等多一兩週先至好。好吧，呢個港交所。開講完咗港交所，講翻寧德時代3750。
3750咧，寧德今期講嘅佢周線延壽咗咧，因為我前幾期已經同大家講到呢隻股票寧德佢依家已經轉綠色飄帶，就喺呢度咧非常之關注，就好似啱先同大家講嘅金力永磁稀土我22蚊上入，我最驚佢收陰燭馬上回落，咁你點算呢？按照指標執行啊嘛，係咪先？所以我依家我哋見到受咗啦，咁而家無非就510蚊呢度咧，非常之關鍵重要，大家記住一線圖咧，依家大家見到未？紅飄帶咯，不過依家莊家線穿莊家，暫時莊家減少2日，都要觀望一下。其次咧，趨勢咧資金流入整體咧仲有力度轉折位大家見到未？已經有短期高位轉折嘅信號已經轉紅色能量下，大家小心啲暫時冇拉高 ，OK， 可能要調整一波寧德時代 ，OK， 510蚊注意510佢講完咗，寧德講甲骨文 ORCL， 甲骨文大家見到其實咧升咗幾日，同我就想我可唔可仲入或者做 call？咁依家睇咯，阻力位161呢度位置，我發現每次掂到綠色飄帶呢個下沿基本上就有一定阻力嘅，好奇怪嘅講明呢個就大家非常之注意周線圖大家見到未？先啱啱啟動我拉上認為仲係 put 嘅下行壓力大，因為飄帶變闊向下，而且講真依家係咪冇莊家入場？雖然話有吸籌啦，咪最多一波咯。最多一波，所以我吸籌確實咧就一定會升，冇錯嘅，好吧？好啦，講最後一隻 Tesla 應該 Tesla 咪同大家講咗3衝4破，按照之前恒指同大家講3衝4破第一個大家見到未？係咪先？咁呢個禮垂認為唔算呢個第3次會唔會突破咯？反正依家穿咗，我哋就睇咯，關鍵守咩咯？42咯呢個注意啲422.5。好吧，呢就禮垂同大家講翻嘅 Tesla。好啦，以上個股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期咩時間呢？下期依然仲每逢周三同埋周六較時間保持不變，好吧？今期節目就過咗，我哋下期再會拜拜。